近期有一組數據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關於當前全球 AI 硬件產業鏈最真實嘅利潤圖。咁其中從呢一張嘅 AI 硬件產業鏈嘅利潤圖嚟睇咧，美國係攞走接近50%利潤，韓國咧係攞走接近35%嘅利潤，亦即係話美國啦、韓國咧兩個經濟體共同掌握咗全球 AI 產業鏈利潤嘅85%。但係咧有一點咧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就係呢一波嘅 AI 硬件產業鏈啊，其實主要受益於全球資本開支嘅持續嘅推升啦。咁其中包括谷歌、微軟、Meta 等等相關嘅巨頭公司，佢哋合計嘅資本開支規模啊，喺2026年咧，市場預計係已經係超過8000億美元嘅。咁到咗2027年，市場預計呢個規模可能會達到1.1萬億美元。而且從目前嚟睇咧，呢種資本開支嘅增速啊，仲未有一個明確性嘅減緩跡象。咁意味住美國咧係貢獻咗大量嘅資本開支，但係咧最終只能夠分到50%嘅硬件嘅利潤。咁但係韓國咧，咁直情就係躺住賺錢嘅一種狀態，因為我哋睇到呢一次嘅 AI 產業鏈嘅利潤版圖裏邊咧，其實最賺錢嘅部分就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就係 GPU， 另外一個咧就係 HBM 嘅存儲器。咁呢兩大環節咧，亦都係直接影響到整個 AI 產業鏈嘅一個最終嘅發展嘅空間、發展嘅瓶頸。咁HBM 同埋 GPU 咧，亦都成為咗整個 AI 產業鏈裏邊咧最賺錢嘅部分。咁我哋可以睇到啊，其實從各個主要經濟體佢哋呢一次喺 AI 產業鏈嘅利潤佔比嚟睇咧，都係存在一個比較大嘅區別嘅。正如啱啱所講嘅，美國喺整個 AI 產業鏈嘅利潤佔比咧係達到45%到55%，我哋取中間值50%。咁佢主要嘅代表公司啊，好似包括英偉達啊、AMD 啊、博通啊、美光科技啊等等，呢啲咧亦都係成為咗主要嘅賺錢嘅企業啦。咁韓國佢喺 AI 產業鏈嘅利潤佔比咧係達到30%到40%，我哋取中間值係35%。咁最主要嘅就係 HBM。咁目前咧，全球有3間公司係達到 HBM 嘅量產能力，分別係 SK 海力士啦、三星電子啦同埋美光科技。咁韓國咧就佔咗2家。咁目前嚟講啊，SK 海力士同埋三星電子嘅總市值規模已經係超過1萬億美元啦。咁意味住韓國呢一次喺 AI 硬件嘅快速發展過程裏邊咧，無疑係成為咗最大嘅贏家之一。咁緊隨其後嘅就包括中國嘅台灣啦，咁台積電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企業啦。咁台灣主要負責嘅係製造、晶圓代工啊，呢個亦都係相對賺錢嘅部分啦。咁緊隨其後嘅就包括日本啦，日本嘅東京電子啊相關嘅企業，佢哋所佔嘅 AI 產業鏈嘅利潤佔比大概2%到5%。咁對於中國內地嚟講咧，咁目前主要賺取嘅就係包括建設機房嘅價錢啦，同埋應用落地啊。咁呢個咧就係屬於 AI 產業鏈嘅中游部分，所以咧，從整體上嚟講啊，其實美國啦、韓國佢主要賺錢來源咧係來自於 GPU 同埋 HBM 呢兩塊最賺錢嘅業務。咁呢兩塊最賺錢嘅業務咧，亦都喺整個 AI 產業鏈裏邊咧係屬於躺住賺錢嘅狀態。咁對於中國市場嚟講咧，雖然目前中國市場亦都係深度參與到整個 AI 產業鏈嘅建設裏邊啦，但係從整個 AI 產業鏈裏邊咧，其實中國市場更加似係喺整個 AI 產業鏈裏邊咧，係獲取嘅係產業鏈中游部分嘅收入利潤，所以從產業鏈嘅上中下游嘅呢個利潤佔比同埋佢嘅毛利率啦，
佢嘅淨利率啦，呢啲數據嚟分析咧，其實中游部分咧，佢嘅利潤率同埋毛利率咧係遠遠低於 GPU 同埋 HBM 嘅，所以咧對於呢一部分嘅收入咧，更加傾向於工程利潤，而唔係屬於一種叫做技術壟斷型嘅利潤。所以咧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全球資本市場點解會對美光科技啊，或者係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電子會俾出更高估值嘅一個主要原因啊。咁當然啦，對於目前全球市場嘅一個喺 AI 競爭裏邊咧，其實對於中國市場嚟講，已經係處於一種加速發展、加速提升嘅階段。咁目前咧，雖然我哋睇到中國市場、中國部分嘅一啲 AI 頭部企業啦，佢哋專注嘅係 AI 產業鏈嘅中游部分，但係已經隨住國產替代嘅加速發展咧，其實已經開始嘗試住喺 AI 產業鏈嘅上游部分開始靠攏啦。特別係接落嚟，資本市場可能會迎來兩家巨無霸企業，一家咧係長鑫科技，另外一間咧就係長江存儲。咁呢兩間企業嘅上市啊，亦將會可能從一定程度上改變咗全球市場喺 HBM。佢喺全球市場喺美國啦、韓國嘅壟斷嘅地位。咁目前嚟講咧，長鑫科技喺全球嘅 DRAM 領域裏邊咧係排喺全球第4嘅位置。咁全球市場份額佔比咧大概係8%左右啦。咁但係 HBM 嘅長鑫科技咧已經係達到咗一種生產嘅能力，但係咧從工藝上或者係量產成熟度嚟講咧，依然美光科技啊、SK 海力士啊同埋三星電子係存在一定嘅差距嘅。咁所以嚟講咧，目前全球 AI 產業鏈裏邊最賺錢嘅就係 HBM CPU、GPU。咁 HBM 領域，如果長鑫科技咧接落嚟能夠通過資本市場嘅募資，能夠加大力度去投產呢個 HBM， 或者係將呢個 HBM 嘅工藝能夠達到一種向全球發達市場成熟企業去接軌一種狀態咧，咁相信喺3到5年時間裏邊咧，長鑫科技 HBM 嘅量產能力將會逐漸與全球存儲三巨頭係拉近差距嘅。所以對於呢一次長鑫科技啦、長江存儲嘅上市咧，應該係具有戰略性嘅意圖。咁對於呢一次啊，其實從呢一份表嚟講咧，全球 AI 硬件產業鏈目前嘅狀態就係美國同埋韓國成為呢一次最大嘅贏家，只不過韓國嘅狀態咧更加似係一種躺住賺錢嘅狀態。咁美國咧，其實我哋睇到主要嘅雲廠商包括谷歌、亞馬遜、微軟、Meta 等等，都係美國嘅巨頭公司，而佢哋所佔嘅資本開支咧係將近係全球市場資本開支嘅80%甚至90%以上，亦即係話，即使美國係花咗大嘅錢去投入資本開支，但係最終攞翻嘅利潤咧，亦即係只有接近50%嘅利潤。所以美國呢一次投入與產出之間，可唔可以成為一種平衡呢？咁亦都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問題。所以我哋睇到近期咧，包括微軟啊、谷歌啊，佢哋嘅一啲一把手啊，亦都開始重新去反思、重新去審視呢種資本開支大力度提升嘅呢種可行性。而且佢哋認為咧，而家包括存儲芯片啊、閃存啊，或者係 GPU 啊，佢哋嘅價格成本水漲船高，而且喺整個硬件部分裏邊咧，包括存儲芯片、閃存或者係 CPU、GPU 所佔嘅採購成本已經係達到40%甚至50%以上。如果呢個價格進一步提升，咁不排除呢個採購成本可能會佔到整機嘅60%以上。咁由此可見，如果全球資本繼續採取非理性嘅開支，呢種增速繼續呈現出一種曲線向上嘅趨勢咧，咁其實係一種不健康嘅狀態。所以如果一旦全球主要嘅雲廠商採取相對謹慎嘅收縮資本開支狀態咧，咁可能對於全球嘅存儲芯片啦，或者 HBM 啊
GPU 啊，可能會形成一個利潤增速嘅拐點。所以咧，接落嚟咧，市場不妨去關注一下全球頭部嘅雲廠商佢哋對於接落嚟資本開支嘅態度。咁如果有多家雲廠商佢哋開始收緊資本開支嘅增速，或者係對於未來有一個更加保守、更加謹慎嘅預測咧，咁可能對於全球存儲芯片或者係 GPU、CPU 佢哋未來嘅利潤率、毛利率亦將會構成一個比較大嘅衝擊影響啦。所以針對呢一次 AI 產業鏈呢份利潤圖，你認為美國啦、韓國佢哋所佔嘅利潤已經係攞走85%，咁對於未來存儲芯片 HBM、GPU 佢哋呢種利潤爆發式增長嘅狀態，仲可唔可以持續呢？或者係持續幾長時間呢？歡迎大家關注我嘅節目，同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裏邊暢所欲言。我哋下期節目再見。